係黃善河同你睇天氣。廣東天色普遍晴朗，本港今日天晴，吹和緩嘅西至西北風。今朝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温30.1度，日頭天氣極端酷熱，最高氣温升到35至到38度。廣東聽日天色繼續普遍晴朗，天氣極端酷熱。今個星期後期同埋週末受到高空擾動影響，驟雨將會增多。轉睇下，截至下晝5點鐘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介乎30.1至到35.4度。而家嘅氣温係33度，相對濕度58%，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㗎。跟住有請天氣家族出場。Hey! Yeah! 預測大致天晴，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9度，日頭極端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，新界再高2-3度。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。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至到34度，新界再高2-3度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驟雨，深圳天晴。廈門雷暴，台北落雨。上海、杭州、南京落雨，武漢落雨，天津、北京雷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天晴，東京落雨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天晴，雅加達多雲。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明朗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天晴，羅馬明朗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明朗。今日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